好簡單㗎。嗱，我試下點樣將我手畫嘅作品呢，將佢動起來啦。嗱，上傳一張手畫嘅作品啊。咁跟住呢，第一件事呢，我會將佢變成一個上咗色嘅圖像先，跟住先至去製作影片啊。喺呢度呢，請以迪士尼嘅風格再次呈現這張照片。咁好簡單啦，我口講啦，打入咗呢一句落去。好啦，跟住輸入啦，跟住等幾秒嘅時間大概啦，跟住呢就會見到呢，佢又真係用咗迪士尼啦 3D 動畫嘅風格去到表現。咁佢有兩張啦，都有少少唔同樣嘅。咁我睇一睇呢張啦，同埋隔離嗰張，睇下邊張靚啲啦。如果我覺得呢張好啲嘅話呢，我就撳一撳嗰個製作影片嗰個掣啦。跟住呢度呢，可以自定啦，或者撳默認嘅。咁如果自定嘅話呢，你可以自己再輸入你有啲咩佢想做啊，或者有啲咩手勢啊咁樣啦。咁如果撳默認呢，就撳一下呢，佢就開始自己製作啦。咁頭先我自定呢，你可以做好多嘢嘅，例如你叫佢做啲動作啦、跳起啦、行緊路啦、擺 V 字手勢、影相啦，乜都可以。係啦，如果唔係太複雜嘅話呢，你就咁喺度講就 OK。如果複雜啲嘅話呢，其實我就建議你揾翻 ChatGPT 啊，或者揾直頭喺呢個 Claude 嗰度問佢點樣去做啲生成詞，係啦，即係寫個 prompt 俾佢啦，咁就 OK 啦。咁呢度呢，我就見到啱啱條片做咗出嚟呢，佢就係一個慢慢行緊路嘅狀態啦。都隻狗仔啊，都幾自然啦。右手邊嗰個人就揾手摸下佢啊咁樣。全部都係 AI 咧，佢自己去到想像你想點做嘅，因為我揀咗嗰個默認。好，示範完之後啦，如果你自己有啲手畫嘅作品咧，都可以試下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俾小朋友當係佢哋手畫之外嘅一個延伸咧，咁都幾好，因為其實有陣時有啲嘢，即係你話要做動畫嘅門檻，以前嚟講非常之高。咁但係而家嚟講咧，手畫我覺得仍然係需要，即係有時有啲嘢咧，手畫你即係你能夠天馬行空啦，或者你有陣時有啲人可能口述或者文字上面嘅表達冇咁清楚，或者唔識點樣同 AI 溝通。咁你有個手畫基礎，你影張相，跟住咧再叫 AI 幫你去完成個動作，或者變成你想要嘅風格啦，或者迪士尼 2D 啦，或者迪士尼 3D 啦，又或者宮崎駿風格啦，個動畫乜都可以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可以不妨都一齊玩下啦。